农历春节将要来临，台南市议员李启伟伫个前书记官潘敏杰号召，结合这位善心人士甲公司行号，主动捐赠白米甲现金，总共将近2000公斤的白米甲9万外的现金。白米的部分将分别递赠予台南北家扶中心、甲台南市的脊髓损伤协会，分别由北家扶中心的主任李桂平。甲脊髓损伤协会理事长欧国清来代表接收，而9万外现金，这是帮助家扶中心的助学希望工程。很感谢这个我们的退休书记官潘姐召集的他的一个爱心的一个平台也有一些实业的董事长何董还有一些善心人士今天我那捐赠有这个白米这个。好几公斤还有一些奖助学金那些现金的部分还有给我们的北家府主要用意在于这个孩子的一个教育是相当的一个重要的希望我那也当然呢照顾到后一代让他们在这个生长的过程当中教育也都可以得到这个很大的一个帮助。这些物资对我们儿童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民生用品都涨价了。那我们这些东西是他们日常必备的需要的东西，那会降低他们生活上的负担。那他的家长就可以把一些经费投资在他升学方面的工作，让他有机会成长。这样，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爱心的工作，也呼吁大家这个抛砖引玉，来协助我们的弱势儿童。在此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北台南教育中心，感谢李议员、潘姐，还有各位爱心的这个公司行号的老板们。谢谢大家。这些白米拢是透过议员李启伟的服务处，加前书记官潘敏杰朋友个人所赞助，对10包、20包慢慢累积。善款嘛是个人或者是公司行号的小额捐款。台南北家扶中心的主任李桂平表示，这学期预计需要筹募564万的助学金，帮助300位高中职加大专生，以及500位的中小学的学生。但距离目标也还有200万的缺口。台南北家扶中心希望各界会用继续发挥爱心，帮助受护儿童的就学。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